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来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留学，聊一聊这个诈骗呢。今天网上有个热搜是关于留学这个欺诈的，叫花70万上港大，刚上了1年被清退，入学材料造假。这个是江苏城市频道报道的，说的是南京的李女士花了70万，通过中介机构帮孩子申请上了香港大学。然而孩子上了1年多，突然接到校方通知，称他的入学材料存在问题，被退学。然后但这个李女士找到中介机构讨要说法的时候这个中介机构非常痛快的把这个70万中介费给他退了。但是这个李女士肯定不能认可因为孩子在那儿已经上了1年半，这1年半时间浪费了，钱也花了，这个学费生活费，这叫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关键按照李女士说法，她女儿她的孩子如果不去香港的话，当年参加高考的分数可以上个211大学。你看这一下把自己就耽误了。具体什么情况大家看视频。2022年初，李女士在南京丽水某大酒店参加了南京索沃留学中介机构组织的港澳留学推介会。会上，机构老师宣称可以为即将毕业的高中生量身定制留学方案，提供一站式服务，保证录取港澳知名大学。我说你们这个包录取是因为你们跟学校里面是有资源？他说是的，因为我们都是在海外留学回来的。我说这个人靠谱不？他说这个是肯定是靠谱的，我们是拿到录取通知书才收你们费的。为了抓住这次机会，推介会结束后，李女士来到了南京索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一位名叫贝拉的老师进行了对接。李女士希望机构能够帮孩子申请香港大学，并和南京索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香港本科高端 VIP 申请服务合同，支付了25万元定金。把我们孩子情况跟他讲了以后，他就跟我们讲，我们孩子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到香港的几所大学没有任何问题。让我们提供了身份证户口本原件给他以后，他就开始帮我们申请，其他的就让我们不要烦了，就是说就等着拿录取通知书。随后，贝拉拉了一个微信服务群，群里还有另一位名叫尼诺的工作人员，他主要负责帮孩子准备申请材料，办理入学申请。等待了约半年时间，2022年12月，李女士突然在微信群里收到女儿被香港大学录取的消息。那一刻，一家人欣喜若狂，立即乘飞机前往香港大学招生办查询。确认录取信息无误后，李女士将剩余的45万元服务费打给了中介机构。2023年9月，李女士女儿如愿进入香港大学，成为大一新生。然而就在孩子读到今年10月份的时候，突然接到港大的通知说他的入学材料存在问题。孩子的申请入学资料作假了， IB 成绩是完全作假，根本他去到对方的这个 IB 考办去，根本没有这个考生。孩子当时入学的毕业通知书因为所签的协议无效，所以他这1年半的是无效学习。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李女士非常震惊和愤怒。她说孩子申报港大的邮箱以及申报材料全都是中介机构提供和操作的，她找到中介机构讨要说法。因为我们在国内高中上的，他们帮我们伪造了一个是国际高中，也不知道，现在目前我还不知道是哪个学校，伪造了国际高中的身份，以及他伪造了 IB 成绩，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见李女士前来讨要说法，中介机构二话没说就将70万中介费全额退还，但李女士并不认可。她表示，如果女儿不符合香港大学的入学条件，机构应该提前告诉她，而不应该私下伪造美国高中的身份和 IB 成绩。此外，2023年孩子还同步参加了高考，高考文科成绩在江苏省排名5000多，按分也能考入211院校。如今孩子被退学，给家人和孩子都带来了沉痛的打击和巨大的精神压力。回来他没有学上了，然后前途在哪边？他也跟我讲，他说我到尼姑庵去当尼姑，就不说话了，然后我们俩就抱头痛哭。李女士说，她希望机构能给一个合理的说法，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但机构负责人始终不出面解决问题。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陪同李女士来到南京索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位于栖霞区仙林街道希尔顿欢朋酒店3楼的办公室，行政负责人常女士出面接待。你们后来还了解那个 IB 证书怎么是假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我不清楚，
就是你们跟贝拉联系嘛，直接有什么诉求就直接跟他讲就行了。随后，李女士通过电话联系上了该公司的工作人员贝拉，对方表示不在单位。对李女士提出的赔偿问题，她已向公司负责人反馈过，但李女士提出200万的赔偿数额过高，所以无法协商解决。你就告诉我谁提供的 IB 资料？我不知道谁提供的 IB 资料，我们只做前端，我又不负责申请的呀。也都是符合操作流程的，你要去定这个责，现在是没有办法直接定的，而且费用都已经退了，就是我这边真的没有办法再给到你其他帮助了。那你就应该正常的走司法途径，你起诉找法院。申请港大时，李女士孩子美国高中生的身份和 IB 成绩究竟是谁作假的？电话中贝拉未做任何解释。随后，李女士向记者提供了一份之前和贝拉当面沟通时的录音。从双方对话中，贝拉很隐晦地指出，问题应该出在尼诺身上。像这种入学方式就不对了，你后期会越查越紧。反正我把所有的情况都跟尼诺反馈了，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种方式肯定是不该跟你做的。对李女士提出的赔偿诉求，法律界人士如何看待呢？孩子呢和这个机构之间呢，他们签订有合同，这合同呢我们可以认定是一个服务类的合同。那么作为这个孩子来说，他是一个消费者。那么消费者在接受这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商家对他有这种隐瞒事实或者虚构事实，那么导致他最终产生了损失，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形，他对他的损失他可以主张赔偿。这个赔偿呢是他购买这个服务这个金额的3倍以内可以向提出主张。目前，李女士已经向栖霞公安分局马群派出所报警，并向南京市栖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仙林分局反映了遭遇，执法人员已对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如果初步有违法行为的话，我们可能就立案了。然后我立案我会告知您因为他们老板现在不在国内，是国外呢。李女士的问题最终如何解决，我们将继续关注。零距离记者为您报道。实际上，这个就是留学这个行业里面中介圈里面俗称的叫保录取。一般你要到国外申请大学，你得有成绩，它有门槛有条件，你得达到这条件才能申请才能通过。但是有的中介呢，他打出来的这个承诺是保录取，就随便你什么条件。这个保录取不是这2年才有的，以前就有，但是因为人少，所以这个录取的学校似乎没有察觉。但是随着后面这个保录取的越来越多，然后加上很多人投诉，这个校方才开始重视，尤其这个港大亲自下场整治这个乱象。近年来这个留学保录取这种服务这种口号肆虐，以往是在地下交易私下承诺，现在呢由于内卷加剧各个留学中介机构之间互拼抢客户，所以他们在网络上大张旗鼓宣称保录取，对吧？过去是在桌子底下私下里面暗中承诺，现在是光明堂皇的承诺，变成了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明星服务。从这个小红书到抖音再到百度，这个广告无处不在，让人眼花缭乱的，比这个网红直播带货还要热闹。但实际上大家想一想这热闹的背后满满的都是猫腻都是套路。这些所谓的保录取服务，那一定会存在造假，因为校方录取是有条件的，不管你孩子什么背景，你都能上那个学校，那只能说你是造假。也就是造假无所不用其极，伪造什么美国或者澳大利亚什么高中的这个学历、ID、教育经历也就是造假的人，他不停的就是他的假材料，反正是水涨船高导致真正的来凭自己学习真正的符合条件的人反而被埋没了，就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就所谓的劣币逐良币，本来他的条件是可以上这些港大或者澳门这些大学，但是因为造假的太厉害，反而把这些正当的这些人的升学之路给堵死了。所以这些人呢，这些年也一直在反映投诉，引起了校方的重视。这个事情好像这2年越演越烈这个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多所知名高校纷纷发布公告，明确表示打击保录取行为。我记得今年上半年好像还有这个学生被抓的，香港大学、澳门大学还跟内地警方联手要抓人，有好几个这个内地的学生连夜逃回内地。这个新闻咱们都看过，也就是说香港方面出重拳来整治你说孩子上个学居然还犯法了，图什么呢？在这里我有个疑问为什么这些造假的就盯着香港和澳门的大学？说白了这也是钻漏洞香港、澳门的大学录取的时候恐怕这个背调审查都是流入形式，或者默认你提的材料都是真的，没有认真的去查，事后一查发现这些材料都是伪造的。就我想这个香港大学、澳门大学他这些入学的
学生里面造假，恐怕更多的都是内地的。这里我来谈一谈我对这个现象一个看法，就是现在啊，中国人无论做什么都卷到极致啊，就连送孩子去上学也卷，国内的卷完了卷国外的。这个视频里面这个孩子啊，成绩还可以，能考上211大学，为什么还要卷到香港去呢？还花70万的中介费？我认为这是这个家长啊盲目的跟风，这个教育观念出了大问题，或者俗称叫不差钱。我觉得这个留学啊分几种情况，一种啊是这个孩子特别爱学习，特别爱学习的应该让他自己啊想办法去考到美国，考到澳大利亚或者考到香港，自己去申请，而不是找这种保录取的。还有一种就是这孩子根本就不适合学习，两种极端啊，不适合学习的，在当前的这个经济条件下就没有必要这么折腾啊，在国内随便找个学校给他上一上，反正他也是混，这种好选择啊，就是放弃通过学习啊，通过上什么学校改变命运的这种错误观念。比较难办的就是堵在中间的这种小孩的学习啊，你说不好吧，他挺好；你说好吧，好像也不拔尖儿。还有一种就是你说他不爱学习吧，他还行；你说他爱学习吧，也不是那么上进，就这种比较难办。但我想啊，还是根据自己的家庭的这个实力、收入情况、家庭的这个经济实力啊。如果你有钱，小孩呢也愿意学，那你就找什么中介机构给他找一个学校，反正对你来说钱也不是大事，花这儿也是花，花那儿也是花，对吧？小孩愿意学，你让他出去啊见见世面没毛病。如果小孩不愿意学，你有钱，那你不如把这钱啊你在国内给他存上，不行你换成美金存上，实在不行你买几根金条也行。国内随便上个什么学校，毕业了之后你给他买套房，银行也存款，他的人生已经很完美了，剩下的想干什么反正他也饿不着，对吧？你说你留学一个中介费就70万，完了这留学4年，实际上啥也学不着，这300-400万估计要花吧。你有这个钱，在国内啊2线城市恐怕一套不错的房子是有的，对吧？就这么被花掉了，没有必要啊。如果这个孩子可学可不学，但是你又没钱，那也打消这个念头，不要去借钱，不要卖房子供他去学习，因为反正他也学不出来，学出来了吧，回国也找不到工作，对吧？你要这么一想啊，不如算了，对吧？把这些本来给他涌入出国留学的费用啊，你给他攒下来，一样的会改变命运啊。知识改变命运，在目前这个10来年里面，恐怕就不是那么吃香了，因为就业太难，对吧？你托人找中介上的那些学校，你回国啊，你的就业这种优势啊，就根本不明显，甚至都没有。这个已经不是10几年前，对吧？10几年前你说你是海归，还有人高看你一眼，你现在说你海归，那人家认为你，对吧？你去跟人家竞争什么保洁啊，竞争什么啊，机场的那些安保，你没有什么优势啊。过去啊，你教育上面的投资啊，是大概率啊，是极大可能会转化为未来的你的这个叫收益。所以大家都削尖脑袋投入教育，但是现在啊，你投的再多，没有产出啊，又没有就业啊。麻省理工的博士回国，他也只能考那个什么哪个乡镇的呀一个综合岗，虽然是公务员，你说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个啊，我觉得反映了中国家长这种焦虑内卷之下也得盲目投资啊，对吧？正因为你这种盲目投资，所以让这些骗子啊，对吧，就有了这个发挥余地，遍地都是韭菜，他不割的不好意思。如其啊高中阶段你这么玩命的让他学习，你还不如发现孩子的长处，你看看他有什么特长，你在他的特长或者孩子的兴趣爱好这一块发掘，在这一块给他一些投入，鼓励他，远远比，对吧，给他买个什么学校买个什么文凭要强得多，实用的多。你大家都上过学，你这4年学下来啥也不是，你能学啥呢？如果他有兴趣爱好，这个又不一样。所以说啊，过去啊前几年经济条件好的时候，你说在教育投资也无所谓，反正经济条件好，对吧？这个能赚到钱。现在接下来这10年一定能赚到钱，赚钱越来越难。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你这个投入有没有效果，投产比啊。一个国家把钱往乌克兰战场上扔，那国家不就扔穷了吗？一个国家把钱往大山里扔，造那些看上去很宏伟的建筑和那个基础设施工程，看上去很美好，就像你把孩子送到香港送到澳门是一样的。你是无效投资，看上去不错，出国留学或者是到香港上学，你看都属于面子工程，最终吃亏的人呢，谁苦谁知道。这人跟国家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到什么时代，到什么背景下，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在以前节目里面说过，对吧？我有个亲戚，他就想把他孩子送到香港去上学，我就这么建议他的，对吧？你要准备几百万，那你把这几百万给他存一下，就像付鹏说的啊，300万
存银行就能退休了，这什么概念啊？你还让他上什么学呢？所以说啊，不同的人，对吧？这孩子不同，你的经济实力不同，有不同的方案，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吧？总之就是让他念，给钱。现在因为赚钱难，往后更难，往后的就业会更难。现在你在教育上面的投资啊，更容易成为无效投资。关于这个被骗啊，因为这是留学被骗，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最近啊，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年轻人想去国外去找工作发展，我觉得这个是好办法，因为现在国内确实就业很难，而且也卷。你同样的努力，你在国内恐怕一个月3、5千、5、6千，甚至你还找不到工作，就这样的工作你还干不长，不稳定啊。那你不如啊去海外看一看，国外啊，你既然能卷，对吧？不怕吃苦，那你同样的努力，你在新西兰，你在加拿大，你恐怕赚的钱是好几倍。那有人就说了，那怎么去呢？所以说啊，这个也要像留学一样擦亮眼睛，对吧？不要被那些不良中介骗了。如果有自己的亲戚朋友熟人在那儿最好，对吧？他是怎么过去的，他教你。如果是你找中介，那这个中介一定是你有朋友用过这个中介，觉得靠谱，对吧？总之自己要留个心眼，因为现在经济环境不好，骗子是越来越多，骗子他也卷了，一样的啊，对吧？这是找工作，还有出海投资的，因为现在不是讲究企业出海吗？光出口不行，要出海，所以很多中国人啊，拿着钱也想到海外找机会去投资，也专门针对中国人的骗局，就是骗中国人。无论你是出去打工，还是你是出去创业，都要小心。在马来西亚啊，有个骗局，有来自中国的这个诈骗团伙啊，在马来西亚投资这个榴莲园，为了这个榴莲园逼真，对吧？为了能骗更多的人呢，让人相信，所以这个中国的这诈骗团伙啊，他会斥巨资啊，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买下非常豪华的办公楼，下面有底商，对吧？上面是办公室，10来层高，把这个当做一个什么呼叫中心，就客服中心啊，再开设一家公司，以这个招聘客服人员为幌子，让旗下人员呢持工作证到马来西亚，然后就在这客服中心上班，专门欺骗中国人呢参与榴莲园投资计划。据说涉案金额啊高达数千万人民币，折合新币大概有几百万元。这个事情啊，因为很多人上当受骗之后就报案。马来西亚国家的这个警方啊，根据中国公安提供的资料展开调查。12月6号早上9点，就是前几天啊，与移民局执法人员到吉隆坡啊著名的梦莎南城，就是商业街啊展开行动，就是在刚才说的那个豪华的商业大楼内抓捕了42名嫌犯，包括18名马来西亚国家人和24名中国籍男女，他们介入20岁到60岁之间，他就骗这个咱们大陆的人过去马来西亚那些榴莲园投资。他们为了逼真啊，他也会给你讲项目，他们就是抓住了很多人想出海，但是又找不到门路，手上拿着钱想投可靠项目，那就是心理。等你去了，被他忽悠了，钱一投打了水漂。中国人专骗中国人，中国人跑到海外去创造一个环境来骗中国人。所以说啊，无论是你是出去打工，还是想出海找点项目，都要谨慎，不要被他那个高大上的外表给蒙蔽了。要相信赚钱没那么容易。随着经济下行啊，这种骗局只会越来越多，骗子只会更加肆无忌惮，因为骗子也要吃饭。昨天咱们讲了职业闭店人，对吧？让我们在这个预付费充满了风险，这个预付费更多的都是培训班，都是针对孩子的，留学又是针对孩子，他抓住的就是父母的这种心理焦虑啊。接下来随着出国务工的人越来越多啊，恐怕针对出国人员的这诈骗就要异军突起啊。说来说去啊，还得靠自己提高警惕。总之啊，从你口袋里掏钱，你要三思而后行，多掂量。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